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安无限嘅中间，出一个时间来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要同大家报道嘅呢，就是讲回顾复习报道99篇，客家商业用语绘画体育700篇，700别提示课花点卖花。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同慢慢的读本大家来做一个谈，引导大家向下来读客家白话文。在过去，我就天台嘅时间呢，感觉到讲我哋嘅客家嘅发通，第一呢就联络乡亲，促进乡义，第二呢发扬客家文化，发扬客家精神，第三呢。如何来提升客家族群嘅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等嘅发展，来作为一个宗旨，来作为我哋嘅节目。同时，我研究客家白话文嘅宗旨、组织也系一点请大家多多来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那系客家白话语文。一个从事也是来提倡客家嘅失落嘅严重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在大家记得讲不同嘅国家、不同嘅族群、不同嘅地方、行业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时歌曲词嘅用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土、尘土、正确土、三土加瓦行来真有法土研究何些客家语音组合的教学，也系先生小事也必须要来熟络嘅方面经常乡亲大家多听我嘅录音做参考。自己也来多看，本文多读嘅几遍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流利，同时承接客家优美嘅语言、语音文化所以也希望学政单位多多来加持，多多来奖励，使得那个客家嘅推广单位。研究单位有所进步，我哋一个播出嘅文章、语音，在台湾客家电子报、屏东时报电子报两报有文章同时在那个雅虎、Google 也系 Facebook 也系 YouTube 呢等等网站上有连接看出咯，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研究，在目前讲本文之前，同大家来做个小小嘅报道。客家实验主任眼睛一个最初呢，就中央书局嘅启示在1992年就有一个主任，那个主任非常嘅特殊。后来呢，为20嘅主任。在2000年嘅时间，再过来，让通用拼音2007年嘅时间，到了民国18年，就是2001年以后呢，那个汉语拼音，这个汉语拼音同其他嘅拼音实验嘅以WYEURSH 这个字母当声母，我再读一遍，这汉语拼音。学实验嘅WYEURSH 嘅字母当作声母，但是后来语音多嘅后还是用罗马拼音，也前面所讲嘅6个字作为拼音，做了拼音嘅时间作为声母，我哋一看就知道，一个就是罗马拼音。当前拼音实在改乱一个希望各位乡亲大家注意。另外呢，就中文有语无文所以要有注音。但注音
难以用波泡模糊嘅符号来做表示，所以客语由中元数曲嘅原始注音到华语注音，能由波泡模符号加上英文嘅字母来做拼音。语音重视一个声母、韵母、声调。文字方面呢，我哋重视字音、字义同字形。同时，大家记得客家诗言每一个简实嘅声音，那个波泡模糊嘅，就字词诗入 o e o 一个简实语嘛，就冇。所以客家诗言呢，同国语也会差很多安尼啊！吼，好嘞，我哋来今日来看本文客家商业绘画嘅题本嘅提示课啊，花店卖花。本文中人物係有阿芳、阿秀、阿橋嘅店主有四個人。阿芳就講啊，阿秀、阿橋，嗌茶泡好味呢，聽人來去和談巷一個食茶大嘴骨好嘛。阿秀就講啊，哦。野茶呀，讓我按感頭，野茶讓我按感頭，按好食啦。唔定看天當個滿天都係神豆，一講又大又熱呢，天講熱係濃啦15枚，阿爸講啊，愛是講，請看天當個嘅一講。一講也知得係15農曆15，我等天光早晨來去花店買花，搭去廟堂敬神拜佛好嘛，同時阿公婆也買一堆的上敬阿公婆，也個阿舅講係哦，古老人家常講一句話喎，見是美人。人係前世賣花幸福人，有人哦，有人。我等三煞按有人，身材又高潔，面貌又搭正，可能係前世都係賣嘢講花幸福的人。阿爸講，愛是講，當然係喲，咁麼？身材讓我按定真，又按正咯。阿秀講啊，愛看唔定，莫按傻皮呀，賣花幸福是有人。我等天光人來去花店買到正又好思念的花。來去敬神拜佛好嘛？呢個阿舅講好哇，當然好。假如天光早晨，過咗地位，鄉下來去花店買花，搭鄉下來去廟堂敬神拜佛，店主聽到呢，哎呦，唔定三三樣安裝。有搭作家按起頭按講，我去奈呀，一個阿黃就講啊，我哋三煞相當，根本人係農曆15，有拄好有限，上愛買到獎花來去廟堂點香拜佛，安尼乜嘅，阿舅講，條解樣，唔係買花為人，唔對花為種類同思念各有研究，買到唔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嘛，介紹花好嘛，店主講好啊，
也是就指也是新鲜有特长的橄榄花，橄榄，这只果实都有开花，而代表这只果实代有发展。强的生意呢，聪明，有特为中创人，相当有意思嘅橄榄，橄榄。阿芳讲啊，系哦，看起来实在呢。加这篇呢曲法有代表乜嘅意思呢？这篇嘅曲法有代表乜嘅意思呢？點就講啊，曲法喎，而还有不貪不污不恥嘅客家精神，高風亮節，子孫賢厚嘅意思，子孫賢厚嘅意思，啊就講。哦，我可唔定講啊，按多兩下時間是冇作為呢？兩下時間是冇作為呢？我看像頭家樣，同我哋來設計來包裝，三下窮下買一太少，一太少，過開風。個開封有特香嘅花好味，啊，就講哦，我可唔定講啊按動，一下時間冇作為，冇作為呢，我可像頭家樣，同我哋來設計，三三強下買的開封嘅有特別香嘅花的講一遍。阿芳講啊，加好，就拜託頭家娘嘅啦，就拜託頭家娘嘅喲，就拜託頭家娘嘅喲。阿芳講好，加我來同唔哋批線，看安尼，也一太熟好嘛，點都就安尼講。阿芳講啊。好喎，認真有夠，一窮一多錢呐，一窮一多錢呐，點做就講，一窮300年呢，俗有得好看，俗有得好看，阿橋就講啊，來喲，一下出100年，原本頭家娘，一個政府的錢，各出各嘅。啊，點就講啊，神蒙感謝順行我有限爭來了。以上係本文嘅內容，一字一語慢慢嘅讀本大家來做個參考。後來再來這個本文學語實驗嘅注解嘅鐵和堂。就是關於講啊，是三合院頭前的廣場，個和堂和，古書強是個和嘅地方語啊，和一般講和 VO 和，古書強呢就和，大嘴鼓就閒聊，講收堂，第三飲茶飲。就是你的茶啊，我就是我的，也就等於被胡向清所講的假，他的啊，也就其他的個意思啊，其他就是也，假就是他的啊，另外就怎麼會啊，怎樣會啊？第五按感頭。很有甘甜的味道啊，嗰甜的味道啊。第六，天光日就是明天，天光日就是個明天。初半日就是昨天。第七，係15枚啊，就是關係的係一個用法，係15枚啊，
是15日嘛，农历15嘛，24讲，不用讲，24讲，就不用讲，爱呢是人视频安了哈。第9，天公早晨就是明天早上，天公早晨就是明天早上。第10，嘿哟，关于一个是啊，是啊，一个啊呢，头前是单音式的时间，就用本音啊，是啊，答，就而且11，三煞就3位，三煞，也被普向前就讲3杂年，三煞，安就是很安详，这么漂亮。第12，身材高洁，身材高洁，这身材苗条又结实，又大江，而且漂亮，又大江啊，那个嘿哟嘿哟，这问号，是哦，有氧哈，那更好，日头一出就有氧，14，感冒加入没有？感冒加入没有？15，认真就很棒闽南地方的语言，认真变成一路么个认真16，按傻皮，这么爱写，按傻皮。17，是有氧，那是真的是有氧。这个是呢，有从是从是。但是它又不用那个诗文的诗啊，也有18位没相同的素材，那是真的。买到就买一些，18，好思念就是好彩头的意思。加土那么久，个久呢有3音，加入就被不向前，加土闽南方面呢加秋。那么19，古早地位古早地位就比较早的那个地呢是一个连音式地图里，一个教育普通学会费没用到的是，也就是副词前面是形容词、动词比较早一点点。我相信给教育部以古早地位。一个是海陆话查量音，古早地位比较早一点。20，现在呀去哪里呀？现在呀拄好就是刚刚好，拄好。安尼嘛嘅女仆嘅乡亲呢，10个5星一个5星方面呢。就是常用嘅叫法，安尼咩？安尼乜嘅就誰來講嘅？安尼咩？誰咪講嘅？安尼乜嘅？這樣就是啦。那副地方嘅男性用法，安尼乜嘅？22，有氧哦，真的嗎？有氧哦，真的嗎？乜嘅就是指什麼？23，頭家娘就是老闆娘。24。公嘅生意呢，生的小孩子公一個公同教科書冇相同神仙佛祖用公，一般的人呢用提供的供公嘅生意呢生的小孩子。25，隔片就是那一邊隔片葉隔片葉那一片葉26，冇做為呢，時間不早了27，看安呢，一個安呢同葫蘆話嘅安呢也完全是相同一個安呢，但是被普向前是用仔字，牛仔褲嘅仔看安呢就海陸同CM嘅查量音嘅問題，所以第前面是形容詞、動詞在字前面一定是用名詞跟動詞看安呢你看這樣28，一刀錢拿，
一多钱那个啊呢是前面的 n 的音，拿到后边了变成呢的音，一多钱呐多少钱呢俗又大好看，便宜又好看，高本高本就交给是一个看上下文的意思第30页有限涨来了有限涨来了，有空才来玩。一个了事呢，同讲个冇想到，一个同客那个開錄同時間的音了同了了。在本文之中呢，個也、的、個、這，一共係是連音字，有12隻字各有同樣嘅嚟講係乜嘢？哇啦呀嘛那亞加8個音有8音，詳細請大家來研究，共下來研究一個連音字嘅用法。我能講出來嘅客家白話語文，能為流利通順好聽好，再來看一個大下嘅圖畫貼，花點賣花減難，嘅賣花人各位講法這都要開花，而代表這要過身，推要發展，叫我聲音呢聰明有達為中創人，相當有意思。這是祝福嘅勝利在促銷之一，也呢我哋客家嘅鄉親對於做勝利方面呢，也好歡迎一道理本人一種嘅祝福嘅意思第三，聽見一個群安道話是一個農曆7月15獻送神仙佛祖，敬送阿公婆一個就是講賣花嘅人所講嘅話，祝福嘅勝利在，也係促銷之一，所以做勝利嘅人，好多話有一句話講一句話講那個勝利嘅囝派生勝利嘅生意咧派強出案啊，所以做勝利嘅人最麻怪，唔是用鏡頭開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做勝利一定語言要多多嘅練習，熟絡使用在一個勝利上。第三，花店賣花嘅曲法，就佢講曲法要代表乜嘅意思呢？不貪不污不欺，叫做客家人嘅精神，就是清風明月嘅意思嘅高風亮節。子孫祥好嘅意思，也係祝福嘅勝利在促銷嘅一種，促銷嘅一種。第五，嘅花店賣花，即玫瑰花，叫做戀愛嘅人呢，有愛情，叫愛情嘅風花，算該有意思第五，就是花店賣花嘅蘭花，亦都講近世名人。人係前世賣花獻福人也個是祝福嘅勝利在，也促銷之一。所以各位鄉親開花店，一道個術語，一道花語多講，又有促銷，又有祝福人家嘅意思。好，再看大下嘅。客家商業用語一共有16課一個因為過去我所教一個市場學、經濟學一個促銷方面嘅課程啲度咧所寫出來嘅文章，提供俾我哋嘅客家鄉親，如何嚟提升我哋客家族群嘅做生意嘅優良，做生意嘅樣板，如何嚟創造賣嘅生國語講生意，一個我哋客家話講生意生意是講商品，生意呢是講貨物的買賣收益，我哋客家話有句話貨真價實啦，是可以但是不可好多話講是呢，生理嘴，
好累累，也就安尼就做唔得了哈。希望各位乡亲做生意为货真价实，绝对不可那个做生意嘴好累累，安尼就做唔得哈。后来再看最后面呢，俺明白就提供一个本大家来做个参考，就是联营是怎样的啦，用俺那个绘画从罗山高山高是平板小条，真有办法料理一下，唔晓得专业咩，全部用料一只事来推理，所以我读单个嘅一个 VLIMNNG 和 B 一个都用 A 来推表，一个 T 嘅对我下去，一个 V 呢读到 URO 的时间啦，就被用 V 嘅音哇。读到 T 嘅音呢，就拉，但是内部的方面用打一个音。第三，EA 嘅时间呢，用母咪音，做嚟做上母嘅时间啦，用 E 嘅音呀，M 嘅音、M 嘅音，拿嚟当声母嘅时间呢，都变成么嘅音，妈，N 呢，an and on 一个头前嘅是 an and on。接到一个连音字 R 的时间呢，变成那个音的音 ，NG 呢 on and on 的时间啦，就会变成个的音，on K 的音呢，就会变成那个歌的音，P 的音就会变成波的音，也係通用 A 音嚟讀本大家嚟做一个参考，就是哇啦呀。其实嘛、那、啊、嘎、巴，单音诗嘅时间，歌手腔冇单音诗，所以使用本音啊一个音。一个听音嘅 A 音呢，歌手是用 E 音，一个做一个 A 音嘅呢，用实体字，也有8只字安尼哈。实体字就是用望文生义，一个这个 A 嚟講係哪的 V。嘞、耶、咩、呢、嘅、嘅、bé、a 一个音，但歌手音嘅时间呢，都变成了 v、li、i、mi、ni、你、gi、bi 歌手冇单音字所以冇貼你叫嘅冇。O 嘅时间呢相同，有 v、lo、yo、mo。no、我、個、波一个音，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一个练音师，那系熟络，对一个教学方面、讲话方面非常的，但是我也所讲的是白话语文，上台讲话嗰使用白话语文安尼所以11则是用词 R 同 O 呢是用語共談嘅。一个 A 呢是用木主看嘅，所以我哋客家话有讲嘅句话国语讲没有意义是乜个意思啊？头前的意呢是指义共谈嘅，这个义三民主义义呢是用木主看嘅，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多多了解一道。同时，你哋讲一个好多音也有连音字，其中体系上嘅嚟讲是呢，它用载字。一个就从瓦拉亚马那雅加8个体系上，客家话呢是为了也没那个8个体系上，歌手腔呢是为了也没那个毕业一个体系上，一个体育馆一级户口用一多大一多拿一多看一多牛一也是安尼，所以一个实体字。A 音也有3种用法，就是闽南腔、歌手腔、特别是歌手创作性比较重个体育馆腔有很多，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尤其个学者呢，他看了共同研究，也就语音嘅变化，使得客家语言有一个长处。一个短的素材呢，
一个可以表现出来，本大家伫得客家语一个漂亮这样的素材呢，哈。同时，大家在伫得个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语音，个一个语音同语言、语义、文同义嘅用法，所以康熙字典我都相信呢，用康熙字典作为根据啊。所以文史用词就用语，但是一点呢，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一个康熙字典是用国语、华语来做根据嘅，所以只有拿来本客家来做参考运用最好哦，但是不能做根据。以上一个今日读到嘅这个神梦大家感谢。再见。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